现代汽车分家人经销商路威达国际汽车为提供消费者更加舒适看车、买车以及快速保修服务空间，特别伫永康建伫这个占地大约1000平的服务据点，24号开幕这天，特别邀请到南洋实业副总詹信、台湾机械工会理事长魏灿文、经济部中小甲新创署台南服务中心主任陈宗明、南投工商会总会长陈霞义、议员朱正轩、黄兆辉等贵宾一同剪彩。请用餐。今日咱现代商用车在南遮开幕，咱公车所有的现代的所有爱用者来，咱今仔是咱的活动的QT5牌正式上市，请大家尽情来赏车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我们这边有提供哪一些服务？这里有销售9人座、8人座跟商用车，还有我们的3.5吨的小霸王，目前是销售冠军。所以这个5吨是叫大霸王，大小霸王会在这里精跟所有的客人，互咱所有头家大赚钱。除了开幕剪彩，24号这个好日子，嘛有3位新车车主抱着欢喜的心情来领新车。我选择大霸王这台车伊较快载会较好坐，尤其是咱的迄个载站房会选择加快1寸就是袂落，就会落。这是上好用的。过来，伊本身有迄个气压刹车，这是咱大只车才有的，伊的刹车功能。这驾驶座做好坐就是伊影气压的，伊的刹车系统有 ABS 的刹车，真的是最好最棒的车子。看准南部科学园区的发展，带动经济热络，台南上用车市场需求大。路威达国际汽车开了投资，伫永康建伫现代商用车台南店，这也是现代汽车伫全台第9座商用车专属销售维修据点，希望会当为大台南地区的车主提供更加完善服务。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。